微故事，游泳池5元硬幣。作者東加豆。阿凡係一個規律到唔係咁多人頂得順佢，隔一日佢就會準時喺港島東區海之藍游泳池出現，而且永遠早半個鐘到場。佢鍾意同啲泳客吹水，做下熱身運動，享受嗰份寧靜。不過佢嘅寧靜入邊仲有一連串嘅儀式感。阿凡嘅褲袋左邊放住佢嘅現金扣賬卡，右邊就放住一個5蚊銀。呢兩樣嘢就好似佢生命嘅兩極，一個代表現代科技，一個代表傳統習俗。